嗰福分係太過寶貴。你要真係明透佢，心去進入佢，聖靈嘅寶貴啦。嗱，實第一福氣啦。嗱，你睇翻第8章、第10章啦，但係你睇英本聖經更加啦，個 mind 幫裏面啊，就個心啊，因為實際主要就係佢喺你心底裏面去工作。咁第一樣就係重生先啦，聖喺我裏面。嗱，我從神生啊，包括喺心裏面，所以第一課已經包括咗呢啲嘢啦。咁我哋認識更深啦，聖有好多解釋同埋啦，各方面。嗱，所以越明嘅多聖經，你越更加啦，實在係全部扣住噶。佢真理係好豐富，就係好美麗噶，多彩噶。我哋睇咁多人知道，實在使我哋咧幫佢係最相配啊！包括咗幫阿爸，我哋新造嘅人咧係全然美麗，聖靈最偉大完美工作啦，毫無瑕疵。嗱，所以我唔單止法律上嘅罪赦晒，完全赦晒。嗱，實際你覺得你係灰灰地或者仲有啲罪啦？嗱，只係問呢句話咧，你而家你嘅罪赦免咗未？你唔可以話我赦免咗啲噶，赦免地。咁好唔好嘅？我係一個已經永遠都係個赦免咗嘅人。法院拜拜，一齊審判拜拜，係啦。神咗係我審判官啦，佢係我阿爸嚟噶。我哋唔至於定罪，從死入生嘛。約翰福音第5章24節，同羅馬書第8章第一節嘅你容易記啲啊。如今在基督耶穌裏嘅就不定罪了。嗱，羅馬書第8章後尾仲點講啊？誰能定我嘅罪啦？誰能控告我哋啦？佢反而話神稱我為義，嗰個統治者統管整個宇宙嘅，同埋佢係唯一可以審判我哋嘅。佢反而稱我為義，咁魔鬼猛講話有咩罪？佢義啊！你幾多個魔鬼都冇用啊！你話我有咩嘢都上定我罪啦，主佢會審判啊嘛，佢係審判者嚟都係，神將審判嘅權都俾佢。主點啊？已經從死裏復活，喺神右邊向我祈求，所以阿爸有站喺我邊幫我，主又喺我邊幫我，魔鬼係一人，嗰啲係乜嘢啦？邊個話事究竟？邊個大啲啊？最大嗰話我義嘅，救命！邊個能夠咧？有4-5個問題啦，超寶貴噶。誰能使我幫基督嘅愛隔絕咧？咁你翻睇咧，個幾個問題啦。人好多問題嗱，但係佢最好咧注下呢5個問題。呢啲係太寶貴嘅問題嚟噶。呢啲唔係問題嘅問題，而係使你冇問題嘅問題。如果你通透呢5個問題咧，你就會減少好多問題噶啦。佢啲問題挑戰萬有，挑戰今生永恆所有嘢，無係而家嘅事、將來嘅事啦，都唔係使我幫神嘅愛隔絕噶，真係太寶貴。有一個永遠嘅約、永恆嘅約，面對永恆，真係太寶貴。有永恆，成本聖經，你發現好多太多永遠嘅，永遠啊、永生啊、永久啊、永長存啊、永嗰啲永字啊等等一個字好多。因為佢使人有盼望嘅神，而且佢愛我哋，為我哋預備就太厲害、太寶貴、太完美、燦爛嘅永恆噶。佢愛夢，而家今生係一方面，今生好緊要啦，完成主嘅心意，同時影響緊一個永恆，太厲害噶，每日都在影響緊，而且每日都在影響其他人嘅永恆。因為如果冇永恆，冇盼望啦，就一切冇意義噶啦，已經一死咗冇嘢。但有永恆啦，你幾痛苦嘅嘢，如果主俾經過咧，佢都係有原因噶，都係有意義嘅。盼望就使到信心有意義。嗱，如果死咗冇嘢，咁你今日信心你點樣死晒？最多有咩有嘢啊？你幾大愛心，大家點樣相愛，死晒又係，咁有咩啊？冇晒嘢咁就。有乜意義啊？呢個就係傳道書講好清楚，所有意殺死晒，因為死亡根本所有嘅追求嘢都唔係好有意義，何況又會死啦？嗰啲唔係好有意義都冇乜意義，唔好講法論到啦，好慘啊！
咁今日時代嚟講，乜嘢泡沫，乜嘢泡沫？幫我講，唔係淨係股市乜泡沫啊，或者樓市咩泡沫？世界好多人佢而家都係奮鬥啊，或者想點點點，都係泡沫嚟。你都諗下你自己，你可能而家你做緊嘢都係唔重要，草木禾稭，真係神嘅心意嗰啲弟兄姊妹先重要。你幫人認識主，同埋咧幫咗人啦愛主，幫咗人啦一齊嚟識緊認識主，幫人親近主，啲生俾到個最緊要嘅嘢，就永恆嘅嘢。就佢為我人生太過厲害，太勁。面對永恆有永遠的約，哇！太寶貴啊！有永恆愛約，今生永恆平安安息。嗱，如果你認識到呢啲新約福氣啦，即係第四個福氣。你進入嗰完美救恩，完全嘅赦免啊！就佢神係唔單止立你噶，同埋根本就戀慕你超過接納，同埋啦，佢喜愛你，仲戀慕你，喜唔喜愛啊？唔係有時你一時失敗，佢就變心噶。你睇雅歌書第5章嗰度，嗰個佢都狀態唔好啊，將門敲門等到天光，佢都唔開。但係主母話：唉，你係冤偶。佢就話我嘅佳偶啊，我嘅鴿子，我嘅完全人。嗱，如果佢唔係就係戀慕，佢唔會繼續敲門噶。但係佢都唔勉強佢噶。如果佢唔開門，咁就以後先再算啦。但係唔係話佢變咗心或者點樣，主都係好溫柔嘅。佢敲門咪撞門喺度抌門咯，如果發火喺度啦，你咪撞爛佢都猛打門。永恆嘅約真係太寶貴。咁我覺得係你奔到啊 eternity 一秋永恆太寶貴啊！嗰永恆一講好多永恆，佢永遠個榮耀啊，永遠個愛啊，永樂啊，就永義啊，永約啊，係咪？等等，你自己翻去睇啊！即係一字咧值千金，咁實咧唔止千金啊，係無限金噶，永字就無限金。我以前講過啲帶咁上下比喻，呢對鞋係咪？嗱，如果係一對鞋着一生嘅，係咪好有價值啦？永恆嘅嘢，你有一生都唔難噶。你買一本文吸唔吸啊？如果買一樣嘢，一生都用嘅，唔使換噶，唔使保養添。你係唔係好咩啦？但係呢一生我幾耐啊？就永恆啫，負責到永恆，真係負責永恆諗幾多嘢咧？我一生好多嘢啦，呢60年都佢咁樣各方面幫我咁多到太厲害，咁多命都救埋，哇！唔止一次。啲好細微，佢都係咁樣，細微都係睇佢嘅由細嘅愛，太厲害啊！簡直多到，即係一生又你一到永恆，哇！永遠愛約，他永負責愛到永遠，無論現在將來的事。一概不能將我與他和他的愛隔絕，他烈焰的愛永遠屬我。太寶貴，佢烈焰嘅愛永遠係咁熱烈噶。佢嗰晚禱告，佢愛完咩啦？嗰啲係永恆嘅嘢嚟嘅已經，所以今生佢冇減退過喺我身上，絕對係直到永恆都唔會。佢話父啊，我在哪裏？原來慈愛人都同我在哪裏？嗰陣時喺邊度咧？唔止今生啦，要去到幫我同在好多無比嘅永恆裏面啦。所以我見到佢嘅榮耀，佢想佢喺邊度，我幫我喺邊度。只要睇到永恆，永恆都冇減喎，呢個係佢愛願嚟，佢永遠愛幫佢一齊，而且話係好寶貴一齊。我覺得真係冇法，我一定充滿着感恩咋。
我竟然覺得唔夠時間感謝，我覺得真係冇乜希望感謝得夠噶，其實太厲害，多到冇得記啊！其實。